ng Nobita, mga ay ko nupi. Sa nupansa Nobita to ikor sanay ko. Nasa sa ini kita. Hi,凯明。好，好，谢谢那个美丽老师。好，那个我们今天哦，那个讨论的内容哦，主要是以那个我们那个维基百科里面未来会变成教材一部分的部分有疑虑的地方，我们进行比较那个深度的研究哦，因为有一些东西其实那个目前的主流界的那个主语的那种学者，他们也并没有绝对的定论了。那所以我们那个可能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就好哦。那至于要不要放在教材里面，我们就看看我们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米粒老师，因为可能目前哦，我看一下线上的哦，那个小白，那个不是小白，那个阿力克老师哦，你就暂时先代替那个美惠老师哦，我看一下还有谁在线上？哎，佑寻跟秋梅，哎，秋梅老师，你是属于那个阿力克那边的吗？对啊，对对对，你是跟阿力克同一组的吗？对呀。OK，没关系。那阿力克老师先暂时代替美惠老师的角色。哎，那应该不是佑寻，佑寻是那个嘛？是那个吴老师那边的嘛？是吗？佑寻？他是我们这边。我是三妹老师的。哦，那就没有。哎，那吴老师的成员都还没上线哦。有上线啊，那个我是孤儿，没有，我是孤儿。佑涵，看到佑涵了。好，那你们就暂时哦，就是等一下你们的组长进来的时候，你们再自动切换就好了。好，那我们店主就交给那个就好了。那个我们的顾问啊，就松岭啊，暂时啊。好，松林大哥可以。好，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画面哦。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我把它放大一点哦。好，米粒老师第一句哈，你念一下，并且翻译哦，因为我的声音好像有点怪怪的。哎呦，好，米扎盖基伊娜多利国努娃娃，妈妈买孩子的衣服。OK， 没问题哦。那另外那个松林大哥 OK 吗？哎，松林大哥有在吗？哎，松林大哥没有声音哦。有。OK， 好，老师，你这个第一句也 OK 吗？第一句。我们这边是用苗字。好，没关系，你把它当方言别就好了。好，这样对啊。没错哦。你的中文也是那样翻哦，没错哦。我的中文也是这样翻。OK， 好，那下一位，那个佑涵。佑涵，你们这边也 OK 吗？我这边可以。可以哦。好，那我们第一句。好，我们进到第二句哦。
第二句那个米粒老师你念一遍，然后并且翻译成中文。 Bijagai China Dorigo Nuawa， 妈妈将要买孩子的衣服。将要哦要买啊，要买啊，对对，Bijagai 要买。要买了，没有将要。哦，要买哦。哎，那对，个米粒老师，所以你的意思是要买，没错哦。对对对， OK， 好。啊，松林大哥也是一样嘛，要买。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个右涵这边呢应该对吧？ ？OK， 好。那你们有共识，我们就把这个弄起来哦。我们一步一步推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进入那个。刚刚如果你们昨天有上那个朱清一老师的课哦，他有一个后缀很特别哦。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推，我们去试图解答他那个最后一个字后缀 an 的用法哦。好，这个就是有一点是强调的哦。OK， 这个 B 有点强调的意思，就是要嘛，就是有点强迫性的。强调要做这个事哈，对，就是对强调就是妈妈一定要买那个小孩的衣服，不然小孩子可能没有衣服可以穿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哦。米粒老师，你念一下这一句，然后并且翻译成中文。哎，米粒老师，你忘记开麦克风了。Bijagai Ho China Dorigo Nuawa， 妈妈正在买孩子的衣服。哦，正在，老师，你那个比扎因为盖呼，你会怎就是么翻？很正在 ho 正在买，要买。没关系，老师你第一个，那个松林大哥，你的翻译呢？你大概好是那都那个努娃娃，妈妈还在买小孩的衣服，还在买，还在。先去买，先妈妈去买，先去买孩子的衣服。先去买，再买。先去买，右涵这边呢？我猜是妈妈将要去买小孩的衣服。将要 OK， 好，这个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对照一下。没关系，我怕那个会花时间哦。我把这个先框起来。如果我们刚刚的翻译那个 B 是翻成要的话表示有一点强调的意思嘛，对不对？对。然后我们那个 ho 我们就把它翻成是还或者是先。所以我是翻成海。还没关系，还或者是先那如果我们的语义的话，应该是有一点强调，我们再把那个先或者是还放进去，就变成我如果把先放进去妈妈要先买小孩的衣服。另外一个是把还放进去，是妈妈还要买小孩的衣服这两句都是有一点点强调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就是可能跟第三者讲说，妈妈一定要买了，妈妈还要买，
妈妈要先买哦，他有这个口气。米莉老师，我这样子说明有正确吗？有有哦。啊，那个松林大哥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哦。可以佑涵，如果这样翻译，你可以接翻译受吗？可以哦。懂了，了解，谢谢。哦，所以他这个翻译应该是 B 加 ho 哦，它是有点强调。那个 ho 我们就翻成先或者是海，这个比较是接近这个阿美语本来的意思哦。OK， 那米莉老师，你再帮我念第3句。Picakai to China Toriko Nuawa。妈米莉老师，妈已经你会怎么翻？买了孩子的衣服。好，米莉老师，我给你一个方向哦。这一句话应该是有一点强调的意思哦。如果有一点强调的感觉，你会怎么翻？哦，妈妈已经先去买了孩子的衣服。先哦，觉得是后台明，我觉得是当正下在买吗要请他去买，比扎该度当下有一点实对意的样子，实意去他也去买。是强迫，比扎该度那比那个阿力克老师，如果把那个度啊，硬是要翻成中文，你会怎么翻？你说把都去掉吗？不是，我说把那个度啊，硬是要把它翻成中文，你会怎么比扎翻？该度去伊那都里过，妈妈比扎该度买了，妈妈买了孩子的衣服，妈妈已经买了孩子的衣服，妈妈已经去买，妈妈去买了。比扎该度去伊那都里比扎该这个度如果已经买是有一点断了，比扎该度有一点命令的有对啊一点强调命令的话，那个口气会怎么变？比扎该都基因那都列过努娃娃，比扎该度，比扎该度，哎，比扎该这个是都那已经买了，妈妈是去买了，完成，妈妈去买了孩子的衣服。对，已经买了，基因那都那个度有已经的意思哦。已经买，对，已经买已经完已成经买了，成了，已经买了。好，哦，没关系，我们试着看看哦。Binanum do， 老师你们会怎么翻 ？Binanum do， 去喝水，去喝水啊喝！水了。 Binanum do 啊，你们就翻成去喝水哦。比在该 do 就翻成去买。去喝水了，你没有喝水，别拿那么多，去喝水。有点就是命令的嘛，去喝水，对，小心噎到去。喝水啊，比那么多啊去！喝水有那个去喝水了，对，有那个了嘛。好，那个缺水了我把它，这样，缺水了这样。我把它转成妈型哦。Gaf de do， 你们怎么翻？慢，去睡觉，去睡觉，所以会有那个去的感觉哦。对，如果是妈妈去买了小孩的衣服，去哎买了，对不对？就套用去买了。对，那我们要记得这一句话本身是有一点强调的意思，然强调后他的感觉是说，我对着，比如说啦，我举个例哦，我对着松林大哥哦，假设松林哥是我的大哥哦，我就对着松林大哥讲哦，比扎该读哎吉那多利古努娃娃是什么意思？我对着松林大哥讲。啊，我对啊，我对着你讲啊，就是说，哦，你在该读吉那多了一个努娃娃，你会觉得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有，就叫他赶快去买啊，有一点被强迫。哎，可是松林大哥，我是对着你讲，哎，我是对着你讲说，妈妈要去买小孩的衣服啊，这个感觉是不是？就说你不要再催了啦，妈妈就要去买了，有没有那个意思？
有啦，有，有吗？有，妈妈就要去买了。这句话应该不是对着妈妈讲嘛，对不对？对，是对着另外一个人讲，所以他的翻译就是，如果我综合各位的意见，就是说，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他不对是针对妈妈讲，是针对另外一个人讲，就是说妈妈已经去买小孩子的衣服了，他是针对另外一个人去解释说，妈妈已经去买衣服，已经买了，衣服，对，已经买了嘛，对不对？对，就是说，妈妈要买了啦，不要催了啦，有那个意思吗？哎，所以还是说，妈妈一直不买，然后跟着那个人讲说，妈妈要买啊，不然哦，小孩子没有衣服穿，如果你是哪一个？海明，如果你分段的话，比大概多点基因那多的管娃娃。他说衣服妈妈已经买好了，衣服。对，如果我把那个多后面就是分段嘛，比大概多点基因那多的管娃娃，妈妈已经买好了。对，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啦。假设阿力克老师这句话哦，妈妈还没有买啊，他已经买了。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这句话妈妈还没有买的话，你会怎么办？妈妈还没有买。对。如果用语调呢？这样子哦，如果用语调方式的话就，多点妈妈还没有去买，正要去买孩子的衣服。如果我断在那个伊娜后面，大概都是伊娜正要行动，可是还没有买衣服。到吗？大概都是伊娜多点多的管娃娃。OK， 那阿力克，我如果说我们不能给他逗点的这句话，大概都是伊娜多的管，应该是还没买。大概都是伊娜多的管娃娃。对，应该还在进行。还没有嘛？好，我们讲直接前面加一个否定也可以，加一个否定句，加爱或比大概都。先不要加否定哦，先不要加否定。对。如果我用语调，你听得出来吗？如果我用语调，你念看看，松林大哥，你念看看。大概都是伊娜多的管娃娃，什么意思？有点否，就还没有去啊。对啊，你中文会怎么翻？那句是用疑问的啦，妈妈去买那是疑问句了，他是用疑问的啦。变成疑问句了。所以啊，我们把它下几个条件。第一个，妈妈还没有买；第二个，你强调妈妈一定要买。那我们把这两个条件加进去，中文要怎么翻比较像？第一个，妈妈还没有买这个衣服哦；第二个，你强调妈妈一定要买，不然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请问这个中文要怎么翻译比较贴近？妈妈要去买小孩的衣服了。妈妈准备去买孩子的衣服。准备。比大概都准备要去买的嘛。比大概都基因啦。比大概都基因啦，都那个娃娃。即将启程动身去买衣服。所以 OK， 我了解你们意思。那如果我们把那个 B 翻成要，都翻成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翻翻看 ？B 翻成要，都翻成了。妈妈将要去买小孩的衣服了。哎，将要哦 ，OK。这一句话就是又是强调，又还没有发生嘛，对不对？对。
因为还没有买，因为还没有买。 OK， 好了，那我们把它翻成哦，那个因为将要哦有比较未来式，就是对有还没有另外一种去还没有去买有就是有另将要去买外一种有另外一种写法哦，那我们把将要改成就要，这样可以翻吗？也可以翻得出来。钟林大哥妈妈留在就要这去买小孩的衣服了，也是可以啊。可以吗？米粒老师这样子翻可以吗？我觉得很难区别。很难分哦。对，就要变成说比这个好跟比这个多这样子分别了。比这个好就是大说，概都也是一个命令啊，对对啊去买对，就是已经都是买了，命令式的。后就是还在买当中。比早该活就是先去买，先去买，对，空档的时间比大概好，比大概多就不一样。你大概都就是就要去买了。行 OK 动就要去买了，因为还没有买到嘛，就要去买了。还没有好买到的，没关系哦。我们来把这个直接套在这边哦。钟林大哥，嘿，这两句你帮我翻译看看。第二句你怎么翻？第二句啊，蓝色的。妈妈先去买小孩的衣服。没有，第二句，比早该你大概好都是管娃娃。对。你中文怎么翻？去买孩子的衣服啊，对啊，妈妈去买小孩的衣服啊，是不是要先去买啊？加一个先嘛？哦，先去买小孩的衣服。先了，先了，对不对？先去买先小孩的衣服，有一点命令的意味，对不对？对，我这个应该用惊叹号哦，比较像是祈使句。有命令，逼就是命令了。对啊。好，那个米粒老师 OK 吗？先去买小孩的衣服，这句话成立吗？成立。可以哦。佑涵可以吗？可以。好，那个松林大哥第三句你怎么翻？比大概都，你怎么两个都？那个第一个都是那个热啊，第二个都才是受词啊，受格。比大概都是个啊，比大概都是个那娃娃。对，你怎么翻？要去买小孩的衣服了。有没有？松林大哥，我问你，你这个翻有没有再去买的意思？再去买小孩的衣服，有那个意思吗？啊？再去买就要去买。没有？我问你哦，你这一句话，你有没有感觉有再去买小孩的衣服，有这个意思吗？再去买，比大概都没有，没有再去买的意思，没有再去买。那如果把又去买小孩的衣服，有这个意思吗？也没有又去，没有，也没有又嘛，哦。没有又，就去买小孩的衣服，有没有这个意思？就去买，就去买，就去买，就去买小孩的衣服了。有这个意思哦。哎，就去买了，有这个意思哦。对，就去买了。OK， 好，那个米粒老师，如果我们把比扎盖都多利过努娃娃，就去买了小孩的衣服，有这个意思吗？有就度了嘛，就是去买了，对，就去买了哈。那因为它本身有祈使句哈，因为它是 B，
我们加个要会不会更贴切？就要去买了，就要去，对，更接近了。那个米粒老师这样会不会更准？对，实意就是要真的要去买了，对，就要去买了，不要催了啦，就要去买了，这样可以哦。就要去买了。可以。对，右涵可以吗？可以。可以哦，好，可以哦，好，可以的话，我们再往上看哦。好，松敏大哥，一样哦。我们把那个几银呐，把它加进来。你看一下这个句子，只是把几银呐放在里面而已。你第二句你会怎么翻？有加银呐哦。妈妈先去买小孩的衣服。妈妈，你要不要加个要？啊，对，要先去买，要先去买。有哦。有，要先去买。啊，第三句呢？你在该读要去买了。啊，你刚刚不是有就吗？就要去买了。可以，你这样你是这个意思嘛？就要去买了，妈妈就要去买小孩的衣服了，对不对？对哦。对。好，你看到我们上面有的有加银纳的哦，其实它的翻译应该是对称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好，我帮下结论哦。第一个哦，比十该好银纳独立棍娃娃哦，妈妈要先去买小孩的衣服。第一个哦，第二个，比十该独钱那独立棍娃娃，妈妈就要去买小孩的衣服了。哦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银纳拿掉哦。第一个，比十该好独立棍娃娃。要先去买小孩的衣服哦，这个有点命令哦。就说你要先去买小孩的衣服，有点命令哦。第二个是比十该独立棍娃娃，就要去买小孩的衣服。就要去买了。对，好，我这样子说明，那个米粒老师 OK 吗 ？OK， 哪一种？好啊，那个佑涵 OK 吗？可以。问阿力可以吗？好，那其他的成员都 OK 吗 ？OK， 可以。可以哦，好，好，那我们再往下面哦。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帮我念蓝色的这个，然后你帮我翻成中文。哎，等一下哦，你们的画面都，等一下你们的画面都没有在动。哎，奇怪，第三画面第三大题吗？对，我已经都啊有了。哦，第松林大哥，你帮我念一下第三句，然后翻成中文。就是这个第三蓝色这个嘛？对。马扎盖尼那古里过你努娃娃。对，中文你怎么翻？妈妈买。那个松明大哥哦，你翻译的时候，你先帮我把那个姑后面的先翻哦。我知道。习惯哦，那个姑后面先翻哦。姑要先翻了。小孩的衣服妈妈买好了。OK， 好，应该是这样翻啦。小孩的衣服被妈妈买，这样子。对，被妈妈买好。对，好，那个我们直接往下看哦。第一句一样哦，松林大哥，你帮我
黄色的这个，你帮我念一下。Sakayin ni ina kuriko nuawa. 嗯，钟林大哥，你会怎么翻？小孩的衣服，小孩的衣服由妈妈去买。 OK， 由妈妈去买。Sakayin ni ina，指定妈妈。 Sakayin ni ina. Sakayin ni ina. 可以哈。好，米粒那个小阿力克老师是由妈妈买哈啊，米粒老师你觉得怎么翻译比较顺？米粒老师，因为早该后面加 en 就是在说是，就是妈妈已经买了，就是这样子。对，你翻 Sakayin ni. 那个米粒老师，你翻整句看看，你翻翻看整句。好，孩子的衣服妈妈买了。哦，孩子的衣服妈妈买了。OK， 好，佑涵，你要不要翻翻看？小孩的衣服已经被妈妈买了。已经被哦 ，OK， 好，好，有没有人想要翻翻看这个中文怎么翻比较适合？每个人都可以试试看哦。我们有标准答案的，很硬的标准答案。不过你们的语义都是正确的啦，只是我们一般翻译哦，我们不是故意要翻那么硬的，是方便翻译哦。翻成口语的是就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字哦。我们等一下最后要推到那个昨天朱清一老师讲的那个案哦，他那个有点难哦，所以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推哦。好，各位你们看这个哦，就是那个马扎盖哈跟扎盖燕哦这两个字哦，他们两个是怎么讲？他们是那个受词焦点。主动跟对，他们是主动跟被动的关系哦。你们看哦，我们往前面看，啊，前面没有了，没关系，不是这边。我跟你们讲，这个的句型很特别哦。我们一般讲马扎盖哦，我们会翻成被买。扎盖燕哦，你们知道怎么翻比较正确吗？它其实是燕本身是一个，它可以当祈使句哦，也可以当强调的哦。是不是？那有一些学者他们说叫做处置形态哦，处置，其实那个太专有名词，你们不用特别背哦。那个马扎盖跟扎盖燕哦，它简单讲就是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就这么简单。它的中文翻译哦，马扎盖就是被买，扎盖燕就是要被买，就这样。就中文就是一个是被买，扎盖燕就是要被买，就这样子哦。所以这个黄色的字哈，扎盖燕你那国里滚的娃娃，这句怎么翻呢？你知道吗？小孩的衣服要被妈妈买。哦，它只是多了要哦。你看哦，上面这个马扎盖你那国里滚的娃娃，小孩的衣服被妈妈买。啊，扎盖燕你那就是小孩的衣服要被妈妈买，就这样子。这个马扎盖跟扎盖燕就是一个主动跟被，对不起，一个就是讲错了，我讲错了。马扎盖是个被动，扎盖燕就是被动的祈使句或者是被动的处置态，就是这样子。
我一般不会讲处置态，我会讲强调句哦。所以马扎盖变成祈使句的话，就变成扎盖宴；变成处置态或者是强调句，就变成扎盖宴，就这样子。哎，米莉老师，我这样解释，你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哦。对，右涵这边可以吗？可以，可以哦。所以我们以后看到这个，看到这个宴哦，扎盖宴哦，这个 en 哦，全部都要把它翻成要背，可以理解哦，要背。哦，你们不要再翻成有的没有的，就固定把它翻成要背，因为它就是马扎盖的起始句哦。马扎盖叫做被买，扎盖宴就是要被买，就是这样子哦。大家可以接受这个中文翻译吗？不接受的可以举手。有没有人？因为没有。我们的教材全部都是这样子翻译。好，有没有人觉得这样的翻译不恰当的？如果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翻译，我们就改掉，没问题的。对啊，我们不是说只有单一的答案呐。目前我们就它的语法的关系，我们这样子翻是尊重它的语法的关系才这样子翻的哦，我们不是乱翻的哦。因为马可以哦。好了，如果你们那个不好意思讲哦，私赖给我也可以的哦。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再帮我念第二句。Zakayan ho ni na kuriko nuawa。好，你记得哦，那个燕哦，大概燕要帮我翻成要被买哦。好，你这一句你会要怎么翻？小孩的衣服要先被妈妈买。OK OK， 很好。那个美丽老师她这样子翻，你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按你前面的前例这样子讲的话是这样子 ，OK。后面就跟着来了。佑涵老师可以这样子，你这样子可以接受这个翻译吗？佑涵，你还在吗？还在，可以再翻译一次吗？那个刚松林大哥，哦，刚小孩的衣服要先被妈妈买了。要先要被还是要先被？先要被妈妈买。哦，先要被，好像可以啊。可以哦。松林大哥，你再帮我一件事哦，你把那个哦，你再把它翻成另外一个还，你试着翻看看，对，还，你整句你小翻看看。孩的衣服还要妈妈还要被妈妈先买啊，不好翻了。那个还的话就不用把先翻出来了，你就还就好了。你再翻一次。小孩的衣服怎么样？小孩的衣服妈妈还要先买。没有，那个松林大哥，我的意思是说，有先就不要还，有还就不要先哦。那么就有还就不要先了。对，你再翻还的部分，你再翻看看。小孩的衣服妈妈还要买，还要被妈妈买。好，再一次，整句再一次。小孩的衣服还要被妈妈买。OK， 好，米莉老师，他这一句翻的 OK 吗 ？OK， 按你的程式来说，可以哦。我们一步一步来嘛。那个佑涵老师可以吗？可以。可以哦。好，我把它下个结论哦。
我们依照松林大哥的2个翻译哦。第一个哈，小孩的衣服，我们从后面往前翻哦。小孩的衣服，第一个哦，先要被妈妈买哦，第一个。第二个，小孩的衣服还要被妈妈买。OK， 妈妈买，这2个句子都 OK。好，其他的成员有没有问题跟意见的？没有哦，太好了。松林大哥，你帮我念第3句，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哦。Zakain tu ni nak kuri ko nuawa。小孩的衣服，小孩的衣服被妈妈买了。好，松林大哥，你应该忘记了哦，那个都哦，就是就要什么什么了哦，你再翻译这好，个。小孩的衣服就要被妈妈买了。OK， 米粒老师他这样子翻译，你觉得正确吗？是不是还要加还要？还要哦，还要是 hold 呢？还要是 hold。这样对了，谢谢。Zakain tu ni nak kuri ko nuawa。小孩的衣服就要被妈妈买了，可以吗？米粒老师，你听第二次有没有比较 OK？ 有比较 OK， 比较 OK。刚刚讲 do 的话，就叫将要的话，就是这样翻译，对。对，将要跟就要其实意思很像啊，对啊。因为他这个是未来式哦。佑涵，你听完那个松林大哥的翻译，你这边 OK 吗？可以。可以哦。好，我们第3句哦，那个扎盖烟，那个松林大哥，你帮我念一下那个口气怎么念比较精准，有一点强调的意味哦。语调是不是？对。Zakain tu ni nak kuri ko nuawa。OK， 所以你这一句话如果我翻成小孩的衣服就要被妈妈买了，对。如果我加个啦哦，我们中文不是很喜欢啦这样，小孩的衣服就要被妈妈买的啦，这样可以吗？有是这个意思哦，对不对？对。OK， 好，其他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个翻译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的？凯明不要加拉，那个拉是以前我拍电影的时候特地加的那个词，实际上以前我没有拉。OK 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中文讲话哦，有时候很多语助词啊，后面很会加拉了。对了，哦，我们不要加的啦就好了啦，加拉。OK， 对 ，OK。好，那其他的成员呢？阿力克、韩娜，你们有没有别的？还有其他的成员有没有问题？没有，嗨，没有。好，我们先把前面的哦，先处理完哦。好，这个地方就简单了哦。松林大哥，你一次把这2句哦，直接翻译。我现在框起来的这2句，你直接2句念完，同时翻译这样。Zakain kuri ko nuawa。好，中文。小孩的衣服要先被买。是不是？第二句。第2句啊。第三句，对。Zakain tu kuri ko nuawa。好，你第3句怎么翻？小孩的衣服就要被买了。OK， 松林大哥，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翻译起来一点都不像命令的句子，对不对？抱歉，我要去丢垃圾一下，谢谢。
好好好好。啊，钟林大哥，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句子一点都没有那种命令的感觉，对不对？大概印度古里国努娃娃。我是说你的中文，你的中文。对啊，没有命令的。那你把你的中文前面加个拜托，你再翻译看看。大概印度古里国努娃娃。那个松林大哥，你的第二句哈，你的中文前面加个拜托2个字。第二句吗？第二句跟第三句都加个拜托。小孩的衣服拜托要先买。先讲拜托，对。先讲拜托。拜托小孩的衣服要先去买。好，有没有命令的感觉？有。有。你的老婆一直不帮小孩买衣服哦，讲这一句话成立吗？拜托。有拜托。因为那个燕哦是祈使句啦，它这一句的中文翻译哦，那个你的那个燕哦，你可以把它翻成要备哦，先要备哦，先要备。拜托，你再试着翻看看。拜托小孩的衣服要先被买。OK， 你再念一遍看看，你刚念的那一句。拜托小孩的衣服要先被买。OK， 他这一句话，那个松林大哥，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他本来要先买不是小孩的衣服，可能先买妈妈的衣服，买那个长辈的衣服啊？他说拜托啦，小孩的衣服要先被买，是不是这个意思？哦，有没有这个意思？杂该人古里国努娃娃，拜托拜托小孩的衣服要先被买。哎，有。好，米粒老师，你回来了吗？啊，还没有。那个佑涵老师，你听起来的感觉怎么样？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就是拜托先去买小孩的衣服。可以，我帮你翻哦，你的阿美语哦。我说，比扎该好，杜里棍努娃娃，就是你的中文。你知道，它变成是 B 开头了，变成 B 了。哦，因为我们现在的燕是被动，它不是主动，它是被动。你那一句就是比扎该好，那个姑要改成都哦。杜里过努娃娃是这样子讲，比扎该好，杜里过努娃娃就是变成说拜托，先买小孩的衣服，你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可以哈。我知道，可以。那你现在用扎该烟吼，它就是被动的句子，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用主动的翻译哦。我们现在要强调翻译要精准的，所以尽量哦。被动就是被动，主动就是主动，不然哦，那个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区辨这2个的差别的。好。然后那个米粒老师，你回来了吗？我回来了，刚回来。好，那个钟明大哥，你再把这个阿美语跟中文念一遍。大概人和古里国努娃娃。中文。小孩的衣服要先被买。你要强调一下，加个拜托会比较准。拜托小孩的衣服要先被买。好，美丽老师，你听起来那个中文跟阿美语很接近吗？那个中文上为什么加了一个拜托？拜托有点的关系吗？因为它是祈使句啊。它在这里。这里没有其实，在 en 有一点其实，对 en 有其实。它是祈使句哦，对啊，因为这边省略主词，省略那个人称代名词，对。大概后面已经加 en，对，其实对。
那松林大哥，你再把中文念一遍。那个米粒老师，你再听一次。拜托小孩的衣服要先被买，可以吗？米粒老师。我觉得就用拜托，我不太在这里翻起来很奇怪。OK， 好，松林大哥，我给你另外一个哈，你把那个杂该宴那个宴哦，你要翻成一定要先背，好，你试试看。大概对你翻成中文看看，你那个拜托不要了，你那个宴哦改成一定要先背那个咽喉，你试试看。小孩的衣服一定要先被买。好，美丽老师，你这样听起来的感觉呢，有没有贴近阿美语的意思？有。OK， 所以你比较不习惯那个额外加字进来，对不对？对， Okay. 我觉得加了一个拜托，会让人家混淆。对。OK， 那我觉得语调也有关系，你知道吗？你如果很认真的讲说很没有那个意思，对不对？语调不一样啊，听起来你会觉得比较接近，就是那种小孩的衣服请先买好吗？对，那个语调要出来。对 ，OK。对啦，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是祈使句的话，就按照这个语调念哦，大家就更可以理解那个意思。好，谢谢韩娜。我们那个阿美族的语调哦，如果是平的跟那个抑扬顿挫，有时候差很多。对，所以这个语调很重要。好，那个应该没有问题了哦。那我们来看第3句哦。松林大哥，你念那个阿美语，刚才那个语调嘛哈。中文对。好，你中文怎么翻？刚才是先你这个翻成拜托，先翻拜托没关系。小孩的衣服拜托要，不是拜托要先讲，拜托小孩的衣服要就什么什么了。拜托小孩的衣服就要被买了。OK， 第二个翻译哈，你把那个一定放进去，一定就要哦，你试着看看。拜托小孩的衣服一定就要先买了。没有先啊，一定就要买了。有被动哦，就要被买了。好，你整句再念一次看看，就是说中文的部分。小孩的衣服一定就要被买了。OK， 好，米粒老师，我们2选1嘛，那这2句哪一句你觉得比较 OK？ 会不会可以说孩子的衣服一定买？啊？什么？孩子的衣服一定，因为你在前面一直说将要嘛 ，do 的地方，孩子的衣服将要一定将要还是将要一定？都可以啊，中文顺就可以了。那你觉得哪个顺呢？将要一定还是一定将要？只有这2个就这样分别。我都可以了，就是你们看看哪个比较顺。小孩的衣服一定将要一定将要一定，应该是将要一定，一定就要买了，一定就要买了。OK， 就也有未来式了，就是说我们翻成就哦，会比较口语了。对。那你用将要的话就很怪，就要就可以了。就还有一个那个被也要翻进来哦。
小孩的衣服一一定小孩就要的衣服被买，一定就要被买了。对对，哦，对，这样子可以。我知道很绕口了哦。对如果说你们要翻成说小孩的衣服一定就要买了哦，那中文那个阿美语怎么讲哦？它会变成比扎盖比扎盖都会这样子哦，它不会变成扎盖烟都不一样哦，它会不一样变成 B 开头咯，变成那个它强迫变成它对变成主动的讲法了。对那我们这个扎盖燕都是被动的讲法哦。嗯你们记得哦，只要是 en 结尾的哦，有两种了。第一种是它本身不用加受词啊，这讲太复杂，就是说有两种翻译啦哦，一个是祈使句哦，一个就是要被哦。那祈使句的部分就是它后面不用加受词的那一种哦，没关系，我们现在先不讲那么。总而言之，你们看到 en 哦，en 一定是被动句型哦。好，那我们最后一句结论哦，我讲一遍哦，小孩的衣服一定就要被买了哦。那米粒老师、佑涵、阿力克老师，各位老师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 ？OK 没有哦，好， OK 好了，开始进入那个喽。恩了安了传安了。传说中的很诡异的句子哦。来，我们一步一步来哦。松林大哥，你帮我念一下那个第二句。第二句吗？黄色的，过去简单式。不要大概那个后面的不要理他哦，不要被后面的中文影响。对，好。Sakayan ni na kurikot nuwawa。好，你的中文怎么翻译？小孩的衣服，妈妈买好了。小孩的衣服妈妈买好了。松林大哥，我问你哦，如果有人跟你讲，我现在想那个Zakayan。松林大哥，我问你一下，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前面都会加咪啦。哦，不能加咪，不能加咪。知道，我们讲的话都会加咪Zakayan，你那kurikot nuwawa。对啊。不是，他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哦。我知道没有加咪。对，我知道。没有，我现在问你的意思说，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Zakayan ni na kurikot nuwawa。有，也是有。好，那你的中文有，如果有旧衣服的话，又拿出来，他们会讲说这个样你那古里古那娃娃没有错，就等于是过去式。这个样，对，那个阿力克老师，那你怎么把它翻成中文？中国人杀你，孩子的衣服，哎呦，你去翻了，妈妈买的来点，赶快拿那翻译一下。孩子的衣服，妈妈买的。妈妈买的哦。对啊，妈妈买的啊。韩娜翻译嘛，韩娜这句话。Zakayan ni na kurikot nuwawa。小孩的衣服。小孩的衣服妈妈买的。是妈妈买的。好，妈妈买的。你看哦，买的嘛。Zakayan ni na 妈妈买的啊。对，没错啊，没错。对啊，妈妈买的。那个韩娜，妈妈买的。这个哦，你帮我比较一下哦。韩娜，你刚讲那个Zakayan嘛，那你看一下那个蓝色的部分哦，
马扎盖尼那古里棍努娃娃，这两句的差别在哪里？小孩的衣服被妈妈买，被妈妈买了，被买了，它跟扎盖亚尼那古里棍努娃娃有什么差别？那件衣服是妈妈买的，就是那个小孩的衣服。是妈妈买，是妈妈买的。一个是被妈妈买，那一件小孩的衣服是妈妈买的，被买的。嗯，对。对啊，一个是被买的，一个是买的。你要中文翻的要怎么翻？被买的。被买的。扎盖亚尼那古里棍努娃娃，小孩的衣服是妈妈买的。对呀。那件小孩的衣服被妈妈买。那个那你是翻译第二句对不对？第一个。第一啊，黄色的被啊。黄色的你怎么翻？黄色的。黄色。嗯。里棍努娃娃，古里棍努娃娃这件小孩的衣服妈妈买的。所以你会把它翻成是妈妈买的，是不是？我会这样讲。嗯 ，OK， 好，等一下哦。盖是被动的嘛，被买的那件是被买。我们来把它变一下哈。这个是昨天朱清一老师在教其他。如果昨天有上朱清一老师的课，我是没有上啊，那个苏贤跟我讲的。我刚刚好有机会分析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哦，来了，咪来了。哦，对不起，应该是不是这样。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句我前面再加个5。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帮我念一下下一句，你会怎么翻？阿美语加中文。乌米扎盖亚尼那古里棍努娃娃。好，你中文怎么翻？小孩的衣服是妈妈所买的。OK， 翻得很精准哦。好，那我再问你哦，你看第二就是扎盖亚跟米扎盖亚这两个意思，你会把它当成一样的意思？那你忘记开麦克风了？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你觉得这两个句子是同一个句子吗？乌米扎盖亚尼那古里棍努娃娃，这感觉很像小孩的衣服，就是妈妈买的。乌米扎盖亚，小孩的衣服是，对，全部都是妈妈买的。但是上面那一句有点像这一件衣服，古里棍努娃娃。这一件，扎盖亚尼那妈妈买的。所以你在中文上没有办法给它差异化吗？上面那一句应该是小孩的衣服是妈妈买的，下面那一句乌米扎盖亚尼那古里棍努娃娃，小孩的衣服是妈妈所买的啊。是妈妈所买的啊。就不是一样的意思啊，都是妈妈买的啊。中文的意思差不多，好像没有办法判断差别，对不对？对，就是小孩上面那一句多了一个所，比较像是我买的，拿出来了这一件哦，扎盖亚尼因那古里棍努娃娃，感觉好像这一件是妈妈买的。如果就情境来讲的话，因为小孩的衣服也有可能是爸爸买的啊。嗯。
对啊。 OK，我但这懂你的意两句如思。果要去翻的话，就小孩的衣服是妈妈买的啊。嗯，那就语调来咯。咋个呀？你那过去关路娃娃？你那个是疑问句，对啊，变成这样了。嗯，所以我知道那个韩娜，你的意思说上面的咋个样有比较是指定的意思，对不对？我的感觉啦。是妈妈买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对可能是爸爸买的，有的可能是哥哥买的嘛，对不对？对呀、好，我们就这个基础哈，阿力克老师，阿力克老师有在吗？有，那你觉得韩娜这样的那翻译讲的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杂改烟，就是它有一个特定的、指定的谁买的，有？对，所以那个案有指定后面是谁，对不烟对？烟烟对，杂改烟谁在买？嗯对，OK，这样越来越好，谢谢阿力克老师，米粒老师，你的语感是不是跟海阿力克明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下，你是？的第5点，因为你在上面写嘛，杂盖，所以你这个下面的刮符1到3是意思是马杂盖的意思吗？什么东西？你在这个第五大点是马杂盖，对不对？对，在这个挂符1一直到挂符3是属于马杂盖吗？还是就叫杂盖？我们的假设哈，只要是杂盖后面加后缀啊，都是某种程度都是受视焦点，都是被动的延伸的。哦，我们学术叫受视，你们不要被那个词汇影响，就是这个尾巴叫 n 啊、按啊什么的，都是妈变来的啦。哦，好的。对，它都有被动的意味。对，不一定是妈，有时候比杂盖亚呢，有时候是 B。比杂盖样的话，它是咪变来的。就是不一样哦。咪变来的会变成 b 哦，妈变来的会变成嘎，或者是后缀的 n。OK，因为我对你的大题到下面的小1、小2、小3那个地方，对，干扰到同一类的啦，他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对 OK， 我了解。那个，我们刚到哪里了？就是说，米粒老师，那你觉得那个刚刚阿力克老师讲的，韩娜老师讲的那个扎该样那个样，会随着后面的人有所指定的意思吗？你觉得也是这个意思吗？有，因为他已经是属于谁买的，对，所以他已经被他已经说出来是谁。好，那现在我回到韩娜，你看一下哦，这个就不要了哦，我们大概分析出来。那你看一下这2句。那你看一下第1句跟第2句哦，扎该燕你赢呐，扎该燕你赢呐哦，这2句在你的语感上有什么差别？那你还在吗？那你是不是忘记开麦克风了？哈？什么？你看一下那个第1句绿色的跟黄色底的哦，这2个句子，你觉得他们2个有什么差别？Sakayan ni ina uriko enuwawa. Sakayan ni ina. Sakayan 杂样是被买，已经买好了，杂改烟是一个被动。好，那个阿力克讲到重点了，扎该燕买了没有？对，扎该燕买了没有？这个烟。有没有人？阿力克你没关系，阿力克你先回答，因为你刚刚提到重点了。
阿力克老师，那扎该燕买了没有？这个燕，燕 EN 扎该燕这个燕还没，买了吗？还没啊还没买。，对扎该这个燕燕还没这个燕是买了已经，是买了过去了，给他让了。 OK 啊，所以我们找到差别了哈。那个扎该燕哦，都是要被妈妈买的哈。扎该燕都是被妈妈买哦，但是扎该燕还没有买，扎该燕已经被买了。好，米粒老师，我这样说明哦，我把那个把那个阿力克老师的概念延伸哦，那个米粒老师正确吗？正确。正确哦。好，右涵，你听起来正确吗？正确。好，现场其他的学员，那个有没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的？好，没有哦。好，来喽，我们要进入到那个朱清一老师，我真的没有上课了，是苏贤跟我讲的。他说这个是一个很高深的句子哦。第3句哦，那个我们请那个松林大哥念一遍，并且试图翻译他的中文。松林大哥，你还在吗？有在。 OK， 你念一下第3句哦。Sakayan, sakayan ana ni naku likut nuawa. 那个松林大哥，你会把它翻成什么意思？那个anan， Zakayan 这个怎么念 anan， ？Zakayan 这样哦，Zakayan 这个是连起来的吗？嗯，Zakayan 是这样念吗？这个是连起来的吗？应该是扎嘎亚那难呢，扎嘎亚那难 OK，扎嘎亚那难，你扎嘎那亚那过里过诺娃娃这样好子。我们等一下，佑寻老师，你整句再清楚的念一遍。扎嘎亚那难，你那过里过诺娃娃。OK， 好，佑寻老师，你会怎么翻译这个中文？扎嘎亚就好像那个小孩的衣服，妈妈已经过去，已经完成，就是已经买了的意思。这个要怎么买了回啊？这个哦那，OK，已经买了，扎嘎亚那难哦，已经买了，扎，OK，嘎亚那难，已经买了嘛，对不对？对，哦，OK，应该你这个翻译我听起来就蛮精准的。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研究那个，因为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哦比较难呐、那个，如果你们有买朱清一老师的语法结构的那一本书，它也有说明哦。我们来看这2句哦。把它试图哦，把它做个比对哦。其实我跟各位讲哦，那个阿美语是一个，就是应该是我们原住民哦，16族了。哎呀，那个沙奇莱雅跟那个不算的，就因为它泛阿美的嘛，就是说我们阿美语的语法结构哦，是所有族群哦最精准的。我不是故意在捧阿美族，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做那个泰雅、排湾、布农、太鲁阁，还有哪一族忘记，反正就是好几族哦。我们做语法结构，我们有交叉对应啊。阿美族的语法是真的是超级的精准哦，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的那个翻译有时候都没有
按照它的精准度翻哦，导致我们的那个小朋友哦没有办法学到比较精准的那个阿美语哦，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转啊。如果你把每一个不同的阿美语转成不同的中文，它转回去也会转到比较精准的阿美语啊。如果你翻的中文都一样的中文哦，它转不回去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精准的翻译，就是这个原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那个谢谢佑寻老师哦，给我们一个很精准的翻译哦。他的翻译哦，我们看上面这个大概佑寻老师，你再念一遍，然后加中文，我们让大家再听一次。哦，扎嘎呀那那你那古里古努啊哇，就是小孩的衣服，哦，已经被妈妈买了。OK，很好，好，谢谢佑寻老师。松林大哥，你把第4句哦，这你刚刚有讲的第4句，松林大哥有在。你把第4句的阿美语念完之后，再翻成中文。Sakayin tu ni ina kuli ko nuawa。好，你中文怎么翻？小孩的衣你还服，记得吗？就什么什么了？小孩的衣服就要被妈妈买了。对不对？松林大哥，你再念慢一点哦，你再念慢小一点。孩的衣服就要被妈妈买了。OK， 就要被买了嘛，对不对？买了吗还没买。？OK， 好，我们发现一个关键点哦。朱清一老师所谓的扎盖yan扎盖yan那难哦，这个跟我们讲的扎盖yan度哦，这2个都是过去发生的。对不起，讲错了。这2个都是就要怎么样的哦。那个第3句是已经买了，下一句 n 度后就要被买了。这2句差在哪边？一个是还没有发生，对，一个是已经发生了。所以其实哦，朱清一老师讲的这个句子没有什么深奥哦，它是在于什么时态的不同而已哦。第3句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哦，就是已经怎么了啊。第4句哦就要怎么了哦，一个是已经发生，一个是还没有发生。好，我们米粒老师，我这样子说明，你觉得正确吗？对，可以哦。没有错，OK， 加一个这个呀奶奶就是已经被买了。对嘛哈，这个yan na nan，一个是这个yan do，这个yan do，对呀，所以一个是还没有。好，佑涵这边的逻辑 OK 吗 OK， 因为我昨天有上老师的课。好，我问你哦，你昨天有上吗？你听得懂老师讲什么吗？大概懂意思，可是因为这个第一次看那个扎嘎亚娜，那也是我第一次看，所以还在消化当中啊。刚刚你们听大家这样讲解哈，就是大概懂意思，就是第3句就是已经完成了，过去完成了，然后扎嘎燕多尼那就是还没被买，将要被买的意思。OK， 所以这样的时态的分析，你比较能够容易理解吗？比较好，比较知道怎么进入状况。OK， 好，那其他的阿力跟韩娜跟其他的老师，线上的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如果是第3个那个扎嘎呀那都的话，就更明确，就是已经是过去完成了。如果是加一个都，你那个的滚娃娃，我们是比较顺口。OK， 所以阿力克老师，你认为这一句话应该后面还能加都，是不是？对。我懂。过去然后已经买了，也是买了啦。
所以扎嘎亚奶奶多尼伊娜古里古努娃娃，他已经买了孩子的衣服。对，比 OK 较顺。我们是这样子说了， OK OK，所以你们也有这样的句子就对了，有，可是 OK 不常用。不常用。因为都阿塞迪亚会讲这个，扎那个嘎奶奶多。后面那个 AN 很少用。嗯，对，因为你看到他就啊娜娜而已啊。哎呀，就俺那而已啊。那对啊，OK， 可以啊，所以加个都哦，在你们的口语上更顺，对不对？对。好，那个这个就佑涵，你还在线上吗？有，好，你下次上朱青衣老师的课，就说后面可以加个都吗？你就问他这样。好，我再问他。好， OK， 好，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它的东西还有更复杂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解出来了嘛，这个叫做已经发生了哦。那个松林大哥，你把第一句念一遍，翻成中文。Cakayan kuriko nuawa。你中文怎么翻？如果你觉得这个句子不对，也可以说这不一定是对的句子哦。这个很像感觉用偷的呢，扎嘎样古里古努娃娃。Cakayan kuriko nuawa is 不顺啊。扎嘎样古里古努娃娃。这就是孩子的衣服是买的，扎嘎样 Cakayan 的衣服是买的，对嘛？感觉人家用偷的，为什么扎嘎样古里古努娃娃？难不成没有付现吗？我怀疑你偷我小孩的衣服对啊你打高完你说嗨， Matiam takawan eh。你打高完你说过你我比怪嗨，哎呀这 Matiam takawan。个米打高完，他没有疑问啦，他只是就告诉，就是说这个衣服是这个孩子的衣服是买的这样子而已。对，所以你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一句话是不是在质疑你这个衣服是不是买的，对不对？对啊。因为他可能衣服已经拿走了，然后那个老板从商店冲出来，哎，你这个衣服是买的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哎，Matiam takawan。所以好，那米粒老师呢？我们如果把这一句翻成，就是说，因为这个扎改样呢，我们刚刚的翻译是说过去发生的嘛。这个衣服哦，而且是我们刚刚说扎改样你赢娜哦，国里棍奴娃娃，这衣服哦，是妈妈买的，有点指定妈妈买的。对对对。现在你把那个你赢娜拿掉哦，那个扎改样国里棍奴好像说是谁买的，就是说好像在质疑他这个衣服是哪来的，对不对？ Matiam takawan。米粒老师，我这样子解释有没有正确？哎，米粒老师，好，阿力克老师跟韩娜老师，我刚刚这样解释是不是有达到你们刚想要表达的意思？扎嘎样古里古努娃娃，扎嘎样。Cakayan kuriko nuawa。对啦，孩子的衣服是真的是用钱买的啦。对，孩子的衣服是买的吗？这样子有点那感觉哦。有一种这种感觉啊。有啦，有，因为它的完整。如果用语调，Cakayan kuriko nuawa。Cakayan。哦，你这个有疑问吗？对啊。OK， 没问题。这个表示这个后面的案哦有指定的意思，所以你们有这样的疑问完全正确嘛哦，所以这一句话本身就是应该有一点在质疑这个衣服的来源的，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对不对？对。OK， 好。
那没关系，我们进入到比较特别的，那个松林大哥，你念第2句，然后把它翻成中文。那个都是连起来的吗？对，我把它我把它用线分开的原因，它本来是连起来的啦。告诉你那个它是外加记得比较好判断，对，它是连起来的。为什么又多了一个一呢？对，你念看看，你能够念得顺吗？Zakayani ku Riko Nuwawa。那个松林大哥，你念成阿炸，你念阿炸，你把那个炸盖换成阿炸，你可能比较顺。阿扎阿扎，对，你把它改成阿炸，看看会不会比较顺？因为你们那边是用阿炸，炸盖是秀姑卵的。阿扎安尼ku Riko Nuwawa。对啊，顺吗？念得顺吗？都差不多哎，因为多了一个一。这个一本来就有的嘛。这个不是我加的啦，那个是朱清一老师的语法结构的书。哦，对啊，这个一有。好，没关系。有没有人会念这一句？这可能很少这个句子。有没有人有？啊，我会念。啊 Zakaian iku Riko Nuwawa。孩子的衣服是买的。所以没有，老师那个一是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你刚刚它不是分开的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吧？Zakaian i 变成这个样你了呢？我赞成那个三妹老师的这个不能用你，就用这个样一。我就告诉你说，这个样一就是说我买的，孩子的衣服是买的，它是连在一起的，没有错，连在一起念就是这个样一。Mana ko sa dumato asay sa kayo人家问你说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说你这个样一，我回答你这个样一，我买的是买的。我觉得他中间有加一个一，是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形容词要说的话。对，好比说，再加一个一，是因为他后面还有话要说。对。大概样一布里过挪哇，应该是这样。你们爱过你里过讲，大概样一某某人买的衣服，大概样一布里过挪哇，大概样一布里过挪哇，阿赞一布里过挪哇，大概样一，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一应该不能连在一起吗？是不是？对，我们那边部落会这么讲，这个修古兰会，因为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修古兰他会这么讲，这个样一，这就是一个口语，是买的意思。我懂。对，你们要相信自己的那个语感跟直觉啦，不一定。所以那个一就不一定，专家学者在书上写的一定，这个是我直接把他的。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会变成这个样你对，没有错，这样的，没有错。其实有时候啦，你们自己那个这个样一你念快一点也会变成你啊。对啊，会变成那这个样你就变成这样。如果是分开的，这个样一变成这样了。所以它应该本来是分开的，是因为可能念太快了，他可能就以为是粘在一起的。
应该是好里面也有人名，因为念太快了。如果讲慢一点，就是扎嘎yan ni 某某人，对，念的太快了，就是扎嘎yan i 古里古努娃娃。我嗯觉得是这样，看大家。对啦，应该是分开的，没有这个应该是念太快的。凯明，我觉得他加一个一，就是说他针对譬如说我看着凯明讲说，哎，这个样这个样古里古诺哇，这样有点那种味道，就说，哎，你有买了吗？那个衣服这样，你已经买了吗？那个衣服，对对对，也许你讲的是现场的吗？就是说我们两个对话，我们不用讲到人名啊，就说这个样这个样古里古诺哇。这样，所以是现场的嘛？对他这个就是用群讲的正确，这个是2个人的对话。对。这个样古里古诺哇，孩子的衣服有买吗？这样有买，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啦，我是这样想。对，因为我们一起讨论，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如果真的连在一起，要这样，要把一单独念在，很不好念。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这个呀你变成这样了，我刚才变成这样。对他那个念，所以说我要先问你说是不是连起来？他那个念很快，真的会连起来。我们就是这样子念，这个压力这样子，并不是用 NE 来念。这个压力这个东西就是买的，这样的意思。是有分开还是没分开？要分开啦，他没有分开啊，没有分开就很难。如果我们没有分开，那个一就不能单独念了啊。我的意思说，这个压力讲他的意思就是有点连音这样过去。连在一起嘛，很多这个呀你。因为你在那个一可以单独发音，因为它是母音。这个yan 就是因为因为你要像发音 ca ka 这样发音是各一个 ya 发音，然后因为 n 那要连到前面去，这个 yan 这样子。所以念的时候可以分开就对。念的时候可以分开吗？我那个等一下我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把那个朱清一老师的那个他的那个讲义的那一段我拍给大家看我先念一下他的那个句子你看我把他的阿美语跟中文都念给各位听大家仔细听他说，我看一下在哪里。这个样，看一下。好，对，我看到了。这个样啊，巴蒂伊安，对，这个样。等一下我看到，我终于发现问题了。所以你们为什么念的不对是因为我抄错了。我少打了，这是对大家太抱歉了。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再念一遍。Takayana ni kuliko nuwawa。好，这一句话你念起来是不是变顺了？松林大哥，这句话念起来是不是变顺了？ Takayana 到底要不要连起来？哪里？连起来，对啊。Takayana 哪里？对啊。
大概按那个啊，对了，这样念比较顺了啦。对了，不好意思哈，那个我抄错了哈，我们忘记刚刚前面讨论的部分。好，所以那个一哦，应该就是那个米粒老师跟那个佑寻还有阿力克讲的没有错，它是独立的，所以它会变成一。一本来就独立所以的，他们刚讲的都是正确的。不过那个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哦，所以你们马上发现他的问题哦，所以你们的语感都很强哦。那我们现在正确的是后面是阿妮哦，不是一哦。好，松林大哥，那这一句话你会怎么翻成中文？哦，这个很少念，你多了那个安啊 i n a n i 了。小孩的衣服，小孩的衣服买了还没买？哎，哦，不要被后面影响哦，把这个拿掉，不然你们不要被后面的那个影响。对，所以松林大哥这句话你念起来有没有顺？没有，刚才念就顺了。大概那他的中文呢？你滚娃娃，小孩的衣服松林大哥这一句话有没有一点点祈使句或命令的意味？祈使句命令式，就是有点对着对方讲要做这一件事情。大概Zakayan, Zakayana Nikura Niko Nuwawa，小名字是有这样被动，子翻译。有那个被强调。哎，米粒老师你要说什么？我可不可以这样翻译？孩子的衣服就是要去买呀、就是你要去买呀、就是你还没有去买，就是命令他去买。命令式的啦，命令式。有啊 ，OK，好，那个阿力克老师跟韩娜老师，你这句话听起来是有命令的意味吗？你们看起来小孩的衣服就被买了啊。啊，你翻成就是就被买了，是不是？对啊，因为他已经被买了啊，那个衣服是已经被买了啊，嗯小孩的衣服就被买了啊，嗯已经买，OK。好了。所以你就他的这个句子，你会翻成就被买就买了嘛，对不对我的觉得， ？OK，那阿力克你觉得呢？阿力克有在吗？他不想买小孩的衣服，他的小孩已经长大了。哦，没有，他可以买小卡罩的啊。阿力克对翻译成中文有他的罩门的。他翻到头发白白了啦。对啊，好，其他老师呢？对于这句话有没有觉得那个他的中文翻译有命令的意味？好，没有反应哦，没关系。我告诉你，那个这一句话，朱清一老师会怎么翻译哦？我按照他的翻译，他说这一句话是祈使句哦。祈使句哦。他说怎么翻这句话？你说，他说，哎，帮忙买小孩的衣服。他会这样翻。
帮忙买，他加个帮忙，里面没有帮忙两个字哦，帮忙买小孩的衣服。他的那个帮忙是不是他应该是在那个一的地方？这个人一他就是有点祈使句啊，他就加个帮忙。但其实你说这去买其实就在小孩的衣服，安利，就是安利，就是安利安妮，这个地方，对。这个是哦人安妮咕哩咕，娃娃，娃，他的哈不见了，呵，这个人哈尼是这样吗？啊，所以啊，你他就们的是那个那边是不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安妮，对，你们发现应该没错，应该你们讲的是正确的，应该是这个样含义才对哦，对啊，因为讲的太快了，所以变成这个样含义，变成这个样拿逆，变这样，如果念快一点，就变成这个人安妮，变成这样。对，好，这个人刚刚应该是刚刚哈尼。有人发现这个阿逆有可能就是阿逆的那个缩写，然后又被它连在一起。对，那这个人安妮咕哩咕，娃娃，对，之后是不是少了一个 H？对应该是，所以如果加了哈逆，请问各位是不是就说帮忙买小孩的衣服哎，有那种命令的口吻，去帮忙买小孩的衣服，哎，有那个意思吗？这个人安妮咕哩咕，娃娃，对啊，很顺啊，顺多了。对，就是帮忙买小孩的衣服。对啊，可以哦。顺多了。 OK，对，好，那个佑涵有在吗？佑涵，佑涵有买衣服佑涵应该是佑涵应该是佑涵少了一个 H 啊。佑涵有没有在？佑涵不在哦。又加入了，因为他的手机可能烫烫的，哎，我的发电脑烧了。休眠，怪怪的。好，没关系，佑涵加佑涵含义去买衣服了有有有，呢现。在那个含义好很多，就是有哈有拜托你的意思。对啦，帮忙的意思啊。哎，佑涵哦，这一句话也要麻烦你。如果假设朱清一老师有教到那个后面加安妮的时候，你也问他是不是因为含义的缩写变成安妮，因为就是滑音带过去了，你看这样是不对是？对，如果我念快一点，妹妹，如果再我的笔给我，加含义，我的笔这。个人含义咕哩咕娃娃，你是不是顺多了？凯明，我们那边有这样的说法了，这个人安利这样就这样子，但是还是有，没有我有没有听，我有不用加 H 都可以，对。是老师，这样我有听到一点点 H 的声音，你再念一遍看看，你啊，再念一这个遍看看，人安利安利这样，你看有没有哈？哈？有没有哈？没有，有没有哈？这个人安利对，有哈。没有哈，他老师刚刚讲没有啊。这个人安利，这个人哪里？对，没关系我们就。这个可能真的哦，就是因为每个人讲话的语速啊，哦，慢慢把这个含义跟那个 an 哦，慢慢连在一起哦。因为我们阿美族讲话超快的，有时候就省东省西哦。那我们为了还原哦，应该是含义，这个语义才会比较接近哦，去帮忙买那个小孩的衣服哦，才有那种感觉嘛。对啊，对不顺多了。 OK，问题阿逆就是学过来的，我们是喊逆啊，哎就像呀，刚刚那个扫码讲的华音嘛，喊逆。所没关系以请那个我们朱问看看清老师哦，方言表也要给他列入一下我们嘛。一直阿逆我们也听不懂，研究了半个小时，都快要我们1个小时还要结束了。研究了半个小时，差了一个 H 这样而已。对，还很爱喝。OK 了，其实那个严格讲了，秀姑峦阿美跟海岸阿美的那个话比较接近了，比起跟南势阿美跟恒春的距离比较近一点。我们可以那个请佑涵哦帮忙问一下哈，是不是 H 的缩写哈？啊，如果是缩写，大家都理解这个意思了。对啊，
好，我们终于找到答案了哈。原来你看，我就靠你们就对了哦。好，那个最后一句，那个我请那个谁，那个松林大哥念那个阿美语跟中文。大概一而已吗？对，只有一哦。大概一股里国努娃娃。你跟那个松林大哥，你要不要试着用不同的语调念看看？大概一股里国努娃娃。十加一，古里国努娃咋娃。个意呢？咋个意呢？松林大哥，你念看看。咋个意？古里国努娃娃。大概一股里国努娃娃。有感觉吗？大概一股里国努娃娃。是不是很像又少了什么？是不是又很像少了什么？我这一次有看他的讲义，没有少，就只有一哦。凯明他是不是有一点拉音？咋个一古里国努娃娃？ OK， 好，那佑勋老师如果是这样子念，你会怎么翻成中文？咋个一古里国努娃娃就是说小孩的衣服，哎，咋个一买了，已经买了，咋个一小孩的衣服已经买了，已经买了。嗯，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了，咋个一古里娃娃？嗯。我把后面删掉，我怕你们被这个影响。被那个影响了。大概一哈，我们那个佑勋老师提的第一个方向哈，大概一哈，感觉就是说那个已经发生的事情哦，就是这个衣服已经买了。那我还是要强调哈，这个句子是祈使句哦，是命令的，你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看看。大概一股里国努娃娃。命令式了。你怎么翻？松林大哥，你怎么翻？讲得出来，看中文翻不翻得出来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休息嘛，我们到那个9:50多一点点就结束了哦，大家不要太累，都没有休息。这就最后一个了。小孩的衣服已经买啦，没意思。哦，你会有点不耐烦，就是说已经买了啦，不要在那边念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已经买了，已经买啊，了啦。凯明我知道了，他说啊，如果咋个一古里国努娃娃就说拜托，孩子的衣服买了，这样。哦，对对对，我懂你的意思。对对，嗯，大概一。大概一股里国努娃娃。OK， 他这个对啊，佑勋老师的翻译哦，拿起来放在这边。他已经买了，那人家还一直疑问，他说拜托了，已经买了啦，就有点这个意思。对，好，对，咋个一？那回的时候有点不耐烦。买了这样。OK， 好，那其他的老师呢，有没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那我们试着我试着念了，我的阿美语的语调也不是很好。咋改意，努力过努娃娃，这个有意思吗？哦，意涵老师的手机可能发烧了。佑涵老师没关系。佑涵老师的。松林大哥，我如果念咋改意努力过努娃娃，你会怎么翻？还是一样的意思吗？就是语调方面的啦，就差语调而已了。对，我的意思是说，我如果这样子念，你会有拼成别的意思吗？小孩的衣服已经买好了，已经买好了。嗯，所以你
那个一会让你们觉得是已经完成的动作，对不对？对对，就是我问各位哦，你们对这个一是已经完成还是没有发生？认为已经完成，我的是已经完成。对，认为已经完成的哦，就是说你帮我在讯息栏加1，认为还没有做的话加2。我看一下你们的感觉哦，不要被影响哦。已经完成的是1，没有完成还没有做的是2。我们看一下哦，看你们的语感哦。那么尽量每个人都投哦。我这边有标准答案哦，因为我这边朱清一老师的地址他有写。一。好，其他人不是老师也可以写，没关系哈。你们现场如果是旁听的也没有关系。你认为还没有发生的哈，就是发生的是1哈，还没有发生的是2哈。我们来看统计，哇，其实你们答案不一致呢。还没有发生的哈是比较多呢，目前是1 2 3 4 5个呢。已经发生的有3个哈，1 2 3 ，OK， 好，那个我跟你们讲，那个朱清一老师的那个他的那个答案哦，他的这一句话是，他翻成去买小孩的衣服，这是他的翻译，去买小孩的衣服，所以用他的翻译可能是比较贴近未来还没有发生的那个事情哦，但不意味各位认为已经发生的是不对的哦。这一件事情我自己刚刚听佑巡讲哦，我感觉上好像也可以放在没有发生的哦。那很多老师可能语感上认为是有发生的，所以目前是没有发生的比较多哦。那我这边佑涵有没有在？佑涵的手机有，一样哦，这个也是朱清一老师给的句型哦。那你有机会的话哦，连同我们刚刚的问题哦，一并跟他问一下哦。这个1有可能是有发生，有可能是没发生，就这2个2选1这样子哦，大概是这样。好， OK， 好，我们那个已经把朱清一老师的问题都讨论一遍了之所以要从头那个N 啊、N 度啊、N 后啊、按呐、安呐、难呐、或安呐、逆啊，或者是一啊，就是要从前面推论到后面希望你们对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妈型系列的被动句型，我讲妈型大家记得只要你用尾巴加 N 加按不管是怎么加它都是属于被动的祈使句如果你要用主动的祈使句，前面就是用 be 或者是 ga be 或者是 ga， 比如说 binanum gafde 这个都是主动的祈使句你放在后面叫被动的祈使句一定要区分的这个在翻译上很容易混淆。好，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现在看一下现场好吧，米粒老师，你帮我们做个结尾。好，aray kita dunia ini adalah saya. Malalu kita maa ini tu taneng atau harateng no miso hau. Sangay hantu no mita kufutia ini adalah saya. Ada yom. 哎，哎，谢谢。Aray.